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今天我收到了一套来自西部的苗族裙子，这个裙子呢，据说是非常有少女感的。今天我来到了这个古香古色的地方，来拍一个西部苗族少女写真。按照规律，先来看裙子，它这个呢，跟我们上次穿的那个蓝色裙子很像，是这种带一点蓬蓬裙的这个效果。它的绣花呢，也是这种以紫色、橙色、绿色、蓝色做了一个组合，非常的清新。这个也是非常典型的苗族刺绣里面的典型的八窝回纹。它原来是做成百褶裙，现在也是把它进行改良，做成了蓬蓬裙的效果，而且长度呢稍微刚好到我的膝盖，是非常有少女感的一套。它这个衣服呢背面是刚好有一个这个小搭肩的一个设计，也上面背后也是有用的这个八窝回纹。传说古代呢，这个八窝回纹象征我们祖先生活的田地、城池、五城和离城。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装饰文案，成为了我们穿在身上的史书，无字天书。它这个设计呢是用的是对襟设计，也是非常的修身显瘦。它做了2道绣，正常传统呢是3道绣，上肩这里一道绣花，中间这里一道绣花，这里一道绣花，这是象征苗族人迁徙走过的黄河、长江，还有现在的家园。主体的这个非常清新的八窝回纹，做了一个前围腰，这个前围腰它起到了一个把我们百褶裙的那个衔接部分遮盖起来的一个作用。有没有像我们古人穿的那种前面的这个小围裙一样，很漂亮吧？之前呢，经常看我视频的人都知道，这个呢就有点象征苗族的那个小燕尾，本来是腰带搭在屁股后面的一个效果，现在它做了一个直接做成了一个板式的组合。这个就是它搭配组合的小盘帽，这个盘帽的这个绣花呢是跟我们的腰带是成一套的，然后呢它的配色特别像那个我们那个独龙族的彩虹的那个布，因为服饰它是对苗族人生活环境还有它审美观念的一种呈现，所以它在用色上，在一个地区地方的民族，各个少数民族都会有相近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少数民族，它也用到了这种彩色的布条，非常的艳丽清新。好，我们一起来变身苗疆少女。